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4月22號，都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見面。咁咧就係近排咧喺經濟上面咧有好大嘅波動。呢個美國關稅戰啦，OK，然後咧就啲股市好似過山車咁上上落落啦咁再加上主要係因為近來嘅經濟咧唔係咁好，咁喺加拿大失業率反而唔係太高。咁但係咧樓價咧開始跌，咁好多不明朗嘅因素而引致到咧係唔講唔得。我先講下大圍市況先嚇，就係現時嚟講，美國失業率大概係去到4.幾個 percent 嘅啫，唔係太高。加拿大6點幾，咁而係 inflation rate 嚟講咧，通貨膨脹率比較低嘅，兩邊都係2點幾嘅啫，而引致到咧喺初步今日嘅經濟狀況嚟講咧係算唔錯嘅。換句話講咧，減息係絕對可以嘅。減息絕對可以刺激少少經濟，但係太多亦都唔得。你減得太多嘅話咧，會經濟過熱。呢個就係現階段嘅狀況。所以喺如果你話純粹係單靠呢啲普通嘅經濟指標嚟講咧，任何嘅股票市場，任何嘅股票，美國、加拿大嘅都可以買。可惜係咩咧？可惜就係人為嘅因素好大。咪就係話政府嘅政策，基本上而家你知道啦，朝夕令改啊，日日改啊咁。姑勿論佢係朝住邊個方向，或者係有咩個人目標或者政治目標，但係喺呢個整體嘅經濟環境上面嚟講咧，係我哋投資者係唔中意太過浮動，唔中意太過波動，所以喺買賣股票嘅時候咧，風險而家係好高嘅。OK， 但係另一啲指標咧，大家都要留意，係喺油價。我面前個電腦，油價咧最近嚟講咧係偏低嘅。OK， 咁兩大嘅原因咧，第一，加拿大要做大選啦，即係過多一個禮拜到就有結果啦。而喺美國呢個 Trump 方面咧，佢都唔希望油價大幅飆升，咁樣變咗嚟講會影響個通貨膨脹，所以油價咧撳得好低，變咗嚟講經濟上算唔錯。可惜有一樣嘢，金價同埋 Bitcoin 嘅價錢太高，尤其是金價係個新高嚟嘅，即係黃金價格咧去到3335.9，我哋睇日呢個雅虎財經啊，咁你3000幾蚊嘅金價咧係基本上係最高位。點解會咁高咧？咁原因係因為逢係接近打仗嘅時間或者係世界動盪咧，金價就高。呢個係由金價而讓我有個擔心。我擔心你話擔心俄烏戰爭，梗唔係啦，打咗幾年啦，係擔心呢個太平洋呢方面，就係喺呢個中國同台灣呢方面。咁喺各個指標上面咧，都睇到咧，中國嗰方面咧係好想係統治台灣，或者係去侵略台灣。喺呢種情況底下嚟講咧，喺金價嘅表現咧係反映到出嚟，所以而家現時咧就係非常之動盪危險。本人諗住暑假要去台灣玩幾日，其實呢個都好躊躇就因為咁嘅原因。咁但係一旦如果係世界有即係戰火，而呢個戰火係牽涉到東南亞國家，如果譬如日本、台灣都牽涉在內，包括中國、美國都牽涉在內嘅話咧，咁其實已經係第三次世界大戰，經濟上面已經係打緊大仗。OK， 如果話連熱戰都打埋嘅話咧，咁就好大件事。咁喺嗰個情況底下咧，咁就必須真係要日日開台啊。OK，你話平時升平盛世就大家唔使分析，但係如果真係打起仗上嚟嘅時候咧，咁真係要講多幾句。好啦，我哋講下呢排嘅市況同埋我覺得我而家開始會重新開講啦。但係我覺得每一日我希望有個目標，就係我講完之後對我自己都有所得益。就係點咧？我今日講完，我就會諗住聽日入市係做買定做賣，同埋買邊隻賣邊隻。咁冇呢個，如果你冇乜時間嘅朋友咧，而家可以快進，去到最尾嘅時候咧，咁可以睇到我諗住買邊隻。咁但係中間嘅理由咧，我會解釋咗先啦。而家你應該買係咪先？咁我聽日會買，然後跟住咧就係聽日諗住買入。咁買入邊一隻股票用咩價格，我會一陣間講埋，然後跟住就落盤。OK。咁但係幾時可以收割咧？都唔使好耐啊！如果你賺少少嘅，咁過兩個禮拜收到啦。如果你賺多少少，咁咪等1個月咯。OK 好。咁
咁啊，先講下整體其他市況啊，就係譬如話嗰個 S&P 500。咁啊，多謝助手咧，準備一大紮個圖表喺我上面，我就唔使淨係猛去撳電腦 ，OK？咁啊，呢啲電腦咧有時要撳幾下咁，撳多一兩下我都覺得有時慢。S&P 500咧喺我手上啦 ，OK？咁呢個現時今日收市價咧5287.76，係升咗2.51%嘅。今日幾多啊？記得係今日4月22號，係以紐約美加嘅時間計。溫哥華時間晏晝大概接近5點，如果喺紐約時間已經晏晝接近8點㗎啦。你而家聽完之後咧，你仲有大把時間可以入市。其實 S&P 500咧，包括道瓊斯指數啦，包括納斯達克咧，全部咧都係一條好壞嘅下降軌底下，即係跌。仲有咧就係 S&P 500同埋呢個道瓊斯指數咧係 decreasing at an increasing rate， 咩意思咧？越跌越急，越跌越急。咁幾時先可以止跌咧？即係暫時咧就喺 S&P 500嘅話咧，好彩前嗰排即係上個禮拜咧都有個最低位俾你參考，就係4835。4835呢個位唔可以跌穿啊！跌穿咗又大鑊啊！變咗嚟講就要再冧多一層。譬如話我聽日入咗市，然後跟住見到 S&P 500跌咗落去，仲要跌穿埋4835咧，咪快啲平倉啦！走佬算數啦！呢個起碼個指標 ，OK？ 睇瑞飛投資日記，第一唔係話先賺錢，第一就係蝕少啲先，補咗本，然後有機會先賺錢。S&P 500，道指又係向緊下 ，OK？ 納斯達克又向下嚇，就講咗恒生指數點咧喺我面前啦，恒生指數咧就係、當然啦，過山車咁啦，最近仲會破空跌落嚟，咁但係你理解啦，如果係真係打喺呢個南海嗰邊打熱戰嘅話咧，到恒生指數玩完啦，係咪啊？可能港幣都玩完，所以大家金價咧個指標就係升得太勁嘅時候咧，係會話俾大家聽。你如果投資喺香港嘅股市或者大陸股市咧，分分鐘可能渣都冇，除非金價回落。金價回落即係話局勢穩定啦，即係話個熱戰唔會發生咧。咁你投資喺港股同埋呢個中國嘅股咧，仲有啲希望。所以現時嚟講咧，即係我忠告啦，就有錢就唔好掂港股住，因為金價太高，因為熱戰機會咧係好大。起碼過咗今年先啦，過咗今年。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仲有股票喺香港喎，咁點睇咧？香港市場咧，只要個恒生指數 OK 企喺大概係20000點樓上咧，你係暫時唔使擔心住。跌穿咗20000點咧，就要留意啦。上一次嘅最低位咧，大概19000幾點嘅時候咧，嗰度咧就有個低位嘅。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而家係恆指咧係下跌嘅機會係大過上升嘅，下跌機會大過上升。咁你買嚟做咩咧？係咪？好啦，美國嘅一啲熱門股票啦。大家知道咧，我仲揸住少少蘋果股票，唔係好多，我冇喐嘅，好似我買入嚟都係好低嘅價錢。但係蘋果今日收市199.74，升咗3.41。咁未來點咧？蘋果嘅走勢同微軟差唔多，換句話講咧，蘋果同微軟未來都係橫向發展，但係可唔可以向上升嘅話咧？我覺得佢上升嘅機會有嘅，不過咧會慢過另外一啲股票，應該再講下。所以暫時嚟講咧，蘋果同埋呢個微軟咧，你要觀望，因為都仲係喺呢個下降勢裏邊。咁你話既然喺下降勢，我需唔需要沽出咧？又未得喎，因為要沽嘅係啱啱跌嗰陣時先沽啦。你跌到跌咗七七八八啦，你而家沽，其實佢而家啱啱徘徊3個月唔上唔落嘅時候咧，你想買入嘅話咧，觀望。沽咧就唔好啦，暫時都唔好住嚇，除非美國突然間又出一啲好傻更嘅呢個policy，OK？Nvidia 又點咧？嗱，Nvidia 咧係有 trouble 㗎，點解啊？因為佢夾喺美國同埋中國嘅中間，有時做生意你唔賣俾大陸又唔得，但係你賣俾大陸Trump 又唔中意，係咪？咁變咗嚟講夾咗喺中間點算咧？佢係其實好難做，兩邊都唔係人，變咗嚟講咧 ，Nvidia 喺呢種嘅氣氛氛圍未澄清底下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咧就真係唔好掂住 ，OK， 唔好掂住。如果真係中美嗰個關係越差嘅時候咧 ，Nvidia 咧就你自己離一離場算數啦 ，OK。除非佢兩個某些情況講和，中美關係一好咧，你即刻入 Nvidia 或者係台積電。現時嚟講咧就唔好制啦。
我助手就將最近即係今日咧最熱門嘅幾個股票俾咗我嘅，變咗我唔使話再東揾西揾。Ford Motor 福特汽車咧，佢係仍然都喺下降軌，大家打橫向發展。咁啊，長線揸好唔好咧？我覺得麻麻地，因為點解？佢個升幅嘅波幅細嘅。而家譬如今日收9個6半，俾你升到11蚊，好唔好啊？咁就係即係佢波幅細嘅話咧，咁啊作為炒咧就麻麻地好玩。OK，咁另外一隻叫做 PLTR，又亦都係咧係打印咗出嚟，又比較係好 active 嘅。咁呢隻嘢咧就喺徘徊三角形，今日收93個9毫9嘅。咁但係咧，佢現時喺個徘徊三角形嘅頂部咧，佢下跌嘅機會係大過上升，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都係守持觀望，因為你要沽佢落去，咁啊係有10蚊8蚊，即係10% 8%，但係佢而家未有一個突破嘅跌勢，明唔明啊？所以 PLTR 咧，你可以作為一個 potential 去沽嘅股票，不過睇定啲啊，暫時唔好出手住。咁啊睇瑞飛投資日記嘅朋友，大家知道咧，我一向係以沽為主啊，比較少買。咁但係現階段嘅形勢咧，咁就已經跌得七七八八咧，都係買入少少啦。好嘅，如果下一個 action，另外一隻叫做 PSLV 啊，收市10個8毫9，都係喺一個三角形底下，呢個係同正話一隻 PLTR 咧走勢一樣嘅。咁啊，適宜沽啊，不宜揸。不過咧，而家亦都未係時候啊 ，hold 住先。OK。咁啊 ，Microsoft 咧收366個8毫2嘅。咁 Microsoft 咧現時個價格咧就係即係幾低啦，不過咧唔算抵，因為點解咧？低處未算低啊，真係好難講啊。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就唔好掂住 Microsoft 都。咁有一隻啦，寶物沉歸底啦。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咁我都差唔多我希望控制22分鐘，20分鐘以內咧。而家講咗11分鐘多啲。嗱，最後呢隻其實咧無獨有偶啊，呢個 Tesla， 我喺雅虎財經嗰度咧，我係 set 咗一啲 equation， 即係啲然後跟住咧就邊啲值得去買，邊啲值得沽。今日居然彈出嚟，好少啊！彈出嚟係第二隻值得買嘅係 Tesla， 咁奇怪咁啊，好少啊！平時啲細股多，咁啊再研究一下咧，咁係嘅，佢 Tesla 咧就喺個下降軌上面，而佢係接近下降軌嘅頂部，咁之前亦都跌到接近200蚊啦 ，OK， 而家237個9毫7，佢嘅未來走勢係點咧？咁 Tesla 咧再上升翻，即係去到260啊、270啊嗰啲咧，係好平常，即係炒上上落落，所以未來個人禮拜一個月咧。你想喺呢個 Tesla 上面賺翻10個8個 percent 咧，係比較 easy，比較容易。所以小弟咧會喺聽日咧反正冇咩做，係咪？咁啊好少量嘅，你知啊，唔好用奶粉錢去炒股票啊，要用啲買糖嘅錢，得閒嘅錢。我聽日會買翻幾廿股 Tesla，OK， 小試牛刀，即係睇下自己嘅分析準唔準確，係嘛？咁啊今日收市237個9毫7，咁啊暫定喺大概呢啲咁嘅價位咯。買咗大概等幾日咧？等3、4日到1個禮拜先會有結果。咁現階段嚟講，我覺得Tesla 嘅走向係點咧？長遠計佢唔衰得嘅，長遠計。但係短暫咧，所謂短暫2、3個月點咧都幾麻煩嘅。點解？第一，中美又打緊仗，或者係意思係經濟大戰。咁 Tesla 都係夾喺中間，因為佢上海有間好大嘅廠。OK， 當然我估Elon Musk 早已經有晒後退嘅計劃。OK， 所以影響應該唔會好大，但係畢竟嚟講咧，都係一個影響。OK， 所以短期間嚟講咧，係對 Tesla 一個陰影。但係從 Elon Musk 開始幫阿 Trump 做嘢開始，佢應該已經將上海呢間 Tesla 廠豁出去㗎啦。變咗嚟講咧，我哋如果醒目啲嘅話咧，就應該知道 Elon Musk 係一個非常之精明嘅人。OK， 所以咧佢應該已經有晒 Plan A、Plan B、Plan C。變咗嚟講咧，你唔需要為佢擔心。而都因為咁咧 ，Tesla 最高即係喺呢12個月裏邊咧，去到成470蚊啊嘅位，而家今日得一半價錢230幾蚊。而作為電車嘅暫時都仲係龍頭大哥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係搏呢個1年之內嘅升值，如果要賺10到15個 percent 咧 ，Tesla 係絕對有機會。咁變咗嚟講，聽日咧我會買 Tesla。
OK， 我定嘅價格都係接近今日嘅收市價啦。OK， 睇聽日開市就點啦。OK， 咁如果 hold 到個比較低啲嘅位，譬如235啊、233都買到，咁咪低位買咯。何而不為？咁又幾時我會放出嚟？我唔係一個長炒嘅，特別 Tesla 喺啲咁浮動，我會 set 自己大概係去到接近280咁啊。OK， 有時間受咗少少時間啦，我喺電腦度打開 Tesla， 定埋嗰個出市價格，即係你咩時間入，咩時間出都定埋佢啦。咁啊一次過講晒俾聽眾聽，咁大家唔使猜下係嘛 ？OK。近來呢個人兩個禮拜最高係接近290，但嘢冇賺盡㗎。咁咧去到270度啦 ，OK， 270啊。咁237去到270咧，中間都有成30幾蚊啦，即係12% 度。我係以目標價237度買入，而目標價271蚊度賣出。呢個係我嘅定嘅一個 strategy。我買股票係咁啊，預先定晒，咁啊唔使諗咯，係咪先？咁當然未必一定會依我嘅意願，但係咧咁樣去買賣嘅話咧，你冇任何嘅心理壓力。好啦，加拿大大選結果會係點咧？咁仲有個人禮拜，咁我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呢現時嘅民調嚟講咧，係自由黨係仍然領先，大概係4個百分點到，平均到5個百分點。咁4到5個百分點係咪一個比較大嘅比數咧？係，2同3就唔係，而家係4到5係比較大嘅。所以再加上咧，即係台前嘅形象嚟講咧，咁始終自由黨呢個新黨領咧，佢有非常即係好嘅呢個經濟基礎同埋管理嘅經驗啊。而相對咧保守黨咧，佢就比較啱嗰啲。喺呢方面嚟講咧，係保守黨係蝕底嘅。嗱，我個人咧，我自己係保守黨人啊，我係選保守黨嘅。我呢個即係我係咩都會公開嘅。但係喺今次嘅大選好可惜，就係自由黨換咗馬，而呢隻馬咧係黑馬，同埋亦都好勁。所以經濟行頭嚟講咧，我哋在商言商，以客觀比較，以經濟嘅經驗嚟講咧，自由黨呢個黨領咧係有相對多嘅經驗。所以如果加拿大人係尋求穩定嘅經濟嘅話咧，佢會投自由黨。我係投保守黨㗎，我係咪啲？我哋好 loyal。但係而家你分析唔係講自己啊嘛，自己嗰日永遠都有阿爸阿媽做得唔啱，我都係投阿爸阿媽㗎啦。雖然佢係唔啱啊，但係保守黨我投嘅，因為咧個理念 family value 一樣。自由黨咧就比較太寬鬆啦，太左膠。OK， 好啦。咁但係呢一方面嚟講咧，就自由黨應該會當選。咁自由黨當選嘅話咧，國內嘅政策咧基本冇得點變啦，係咪？但係我好希望咧，佢喺經濟政策上面咧，特別喺左膠嗰方面，就唔好跟Trudeau 嗰個 Trudeau 都搞到辭職啊！你唔好咁極左啦 ，OK？ 咁變咗嚟講咧，就走翻個中庸之道，咁大家都開心。呢個係我對未來加拿大政局嘅睇法。美國嗰方面點咧？嗱，美國咧就咁。In the long run， 美國經濟一定好，因為點解咧？Donald Trump會識做生意，所以美國經濟一定好。In the short run， 佢都講俾你聽啦，一定有短痛啊嘛，所以 short run 嚟講，大家就捱一捱啦，忍一忍啦。但 in the long run， 如果你買長期嘅美國債券啊，或者買長期美國投資咧，係死唔得人 ，OK？ 死唔得人，好過你投錢投咗去其他國家就仲慘 ，OK？ 咁啊，呢個除非投資係記。我從來冇叫人哋去點擊啊、稱讚啊，因為點解嚟講咧？你覺得係幫到你賺錢嘅，咁你咪睇下咯。如果你覺得幫唔到你賺錢咧，就唔好睇啦。OK 啊？咁我由2017年做到而家，咁啊，但係如果你想知道有新消息，咪 subscribe，OK？ 又唔使錢係咪？咁然後跟住嚟講留意下。由而家開始，我會每日都會做一段，咁然後 weekend 咧會1至5啦 ，OK？ 因為有助手喺度。咁啊，星期6日就可能會休息 ，OK？咁多謝大家捧場。希望我由而家開始話俾啲朋友聽，上咗投資日記重新又開波嚇，講俾大家聽，同大家分享。拜拜。